小米 Mix 全面屏概念手機。雖然話係開臉手機但係有晒 spec 同埋可以預訂，特點咪就係個 mon 無邊框同埋機身係陶瓷設計，聲稱係無比的堅固啊！不過日前呢就有外國 media 試到部機喺1尺跌落嚟呢就會爆 mon 噶啦，梗係啦，人哋話機身係用陶瓷硬淨啫嘛，冇話塊 mon 都硬淨噶噃。被譽話係 M43 末代旗艦機，呢部 Olympus EM1 Mark II 咧，12月中就有得賣。今次加入咗 4K 拍攝，仲 support 到 60P。新嚟現場咧，仲試咗個追焦連拍㗎，每秒係影到18張嘅，但係成皮嘢噃。想知道抵唔抵玩就睇翻篇文啦。上個星期發表嘅 Surface Studio 一體式電腦好唔好用啊？未試到，不過宣傳片係拍得幾好嘅。日前 Microsoft 仲公開咗拍攝廣告嘅秘密噃，成條片係用咗唔少 CG， 但係拍嗰個女仔嗰陣係用咗條機械臂㗎，而條機械臂呢係由 Xbox 手掣操控咁點解要特登咁公開呢？唔知係咪想幫 Xbox 賣埋廣告呢？換生活，樂科技，Unwired HK。